过来看基隆台二线调景公园即阵的放山，公路高是按算讲上紧11才有法度拍通，佮安怎紧嘛要等到5日再过啊。附近的店家佮打这大赚的时机，等于是全部乌有去，这业者无法度做生意，嘛无奈只好关门休困。 大型卡土机伫湖边的吊车也甲暗土地一块一块贴放伫山边边来做固定。贵人市调景公园的北宁路台二线70公里的所在，车山发生崩山情形，造成交通双向切断。伫工程人员一直监视之下，已经顺利完成第2阶段平台土石的清运。 伫这严重崩山了后，对了民众用路受到影响，包含调景公园内底店头，也有附近的大头，生意拢受到冲击。生意有影响啊，之前可以卖个4、5千块，现在他3000块就很高兴了。差不多剩1成了，真的很差。 尽管5日节假期，还有一点游客来海湾看海，翕相完全无受到影响。也不过，伊外火锅店业者无奈讲，以往食饭的时间根本无位通坐。不过，即阵若无人客，业绩压力超过5成，要业者直接门关起来暂停营业。影响很大，对啊，不然其实中午可能都会客满啊，甚至排队，但现在连一个定位都没有。山崩不影响我们行人在那边玩水。我从那边来是还好，就是绕下面过来而已。 对吧？没有影响。根据公路局的规划，西到土石清空了后，车站会对边坡来设置紧急防护设施，而且与路面拢破去啊，受到真大的损害，必须停坡，有加11才好正式来通车。记者综合报道。